苗栗铜锣有一间可以为80年的老饼店，已经传到第3代人了。一年卖的绿豆饼、肉饼、番薯饼也都，几多人从小食到大，食到老，都会爱种也如会怀念也个美食。恁爸也都客家老柿饼，以为是耕田做事的时节食的点心，以为呢爱过年过节能有好食。恁爸日的过苦，我也都东西来食唔得多。谈论时代改变，老饼店也有做到的改变，保留的传统的美食，每年发的几多新口味。睇铜锣也就西装头，我继续为人客行出一早早本人吃的很香的故事的饼。公共嘅店面简单嘅设计，也跟为彩铜锣火车头挑选嘅古饼店，虽然看起来都现代，不过实系当人非常老师们嘅素材。它是那个客家肉饼，加那个呢猪油啊、豆花。住香嘅店度，按照嘅4點老古餅，本看到冇花花，外食很正經唔啲，為同那種真好，只為大家看起來都係啱好食。我哋較有特色的，就係客家嘅綠豆餅，就係肚臍餅，哦，個台灣人講熱光餅嘅番薯餅，個係就豬油餅，一三嘅係亞公薯嘅，加就有幾種嘅，當剃頭嘅啊，安尼當傳統嘅餅。而間古餅店開得為80年，傳統正重入，至今係第3代。加到老嘅呢，還冇店面，就用擔杆開啊，架子嘅，頭擺做嘅嗰種架子嘅，啲餅啊餅到地度，嗬，頭擺就哎呀銅鑼嘅地方啊，嗬，就開得人嘅餅嘅，嗬，就地方來現賣，嗬，係安尼的事，所以我哋對餅嘅有當重嘅感情，我哋希望。也當傳統嘅餅嘅呢，都係將客家人嘅精神來接觸下去。至少靠你面攤，做少經歷經驗，年超過後，到東岸嘅六條啊乾講下，預再第2些嘅肚臍餅出做好咧。你做3年的時間就50兩了。有，但是為過年過節上有食。還是看模式。但日本時代呢，銅鑼中銅鑼減渣，所以為一個糖廠，哦，也糖廠地度呢就當到日本的也師傅，哦，還有到日本的師傅來台灣按多年呢，佢都當想念講也，佢到日本家鄉的嗰種點心，所以呢。就到呀銅鑼嘅老嘅，同亞公薯嘅，係亞太嘅批人就開始就同日本人向下來研究做呀日本嘅點心。頭擺按照6條餅，我認為配好過後，東岸嘅鴨會捧起來，將肚臍控肉，然後大家出現做肚臍餅，簡單樸實嘅食材，在本人都難聽餅睇嘅好滋味，出橋係兩隻番薯餅嘅控肉。台灣人係窮苦人食番薯，也係有錢人才食番薯，因為呀地瓜吼，身價太個低吼，地講呀個地瓜吼，營養成分當高啊，故所以呀地瓜餅優先起來，就當好賣。是強包番薯鴨，包好過後，從細籠包控肉，旁邊至空風機捧起來，嗰一塊。雖然係平常嘅食物，不過啥也唔係，常識出事嚟到嘅。因為較久咩買唔起餅嘅咩，啊買到就空電啊，等到半夜班擺你講擺好誒，再拿出來大家食啦，按樣意思啊。大家就變成講，哎呀，你發餅我先擺呀，擺一張做得食咯。除了兩種好滋味。
遇到通路人見證故鄉嘅世界都會賣幾盒。因為像那樣嘅富坤嘅所有10個月同地瓜、番薯餅啊，全部加皮有嘅加皮嘛，做媽媽嘅啦，全部做咩加進來，就帶10%、20%，哎呀，全部講好食啦，全部就講哎呦細食的嗬，如果多咗就帶啊，如果特別加熱咯都唔難賣啊。特別你用冬瓜凍太低，伊起碼佢就會有安尼骷髏造型。也冬瓜吼，它個也冇是安甜的，你切到油油的，就冇乜造型，所以我就做一個造型。球狀咪係客家老師妹嘅，係做兩隻豬酒餅，個係加凍豐富，有豬酒芡、冬瓜湯、麥芽、馬哥，還有葡萄、酒酥、酒菜嘅豬蔥酥。以前人就感覺到有識煮油啊，炸油當醬咩？主要炸油當醬，佢就留彼岸多樣，彼個就冬瓜可以冇按加個糖分啊，糖分留個麥芽中下生為油嘅咩？要冬瓜面頭又有芝麻，又按打落去做冬醬。餅皮搭嚟黏黏嘅馬哥，個攪成嘅輪風。用到台上用250度嘅高溫派，11分鐘過後就香噴噴嘅。平常時做飛的就做伴手禮，它也可以做澱粉餅，啊，澱粉餅做很多果皮餅，佢都變到講可能一隻嗬做1件呢，啊1件半呢，啊到中秋節嗰下就做3件呢，就做太隻嘅。就象徵一廣陽啊，大隻。路邊店傳説嚟傳統糕餅嘅紅梅水，不過還係愛聽嚟到市台，從兩張梅煙餅就係對豬肉餅歸兩類嘅。一下加梅煙餅呢，就囤豬油嘅部分，拿鐵來加當到安尼芋頭啦、腰果啦，一條較符合一下人較養生嘅觀念。啊，烏糖嘅是擺呢。夾個米土當鐵樹，同一下肉頭嘅吼，當合嘅咯。所以一下研究一種種嘅以來買一餅嘅，而邊咧後生人來買餅嘅伊，特別老人家都識較傳統嘅餅啊。唔單茶樣，就為通路係台灣康橋護個嘅身體，路邊店咪結合地方特產，研發出康橋餅、護餅兩道，下開發嚟新嘅通路。本下東西是嚟到客家傳統餅嘅紅梅水。像鄉長佢都講，我去日本了時，我沒到人買餅，我去機場買人餅嘅，我去免稅商店就看人餅嘅，我就知道講，哎呦，啲餅係有辦法，有辦法行出通路，有辦法本國際嘅一條銀行去買到人啲餅嘅，我知道也係咩人知道伊講用嘅事情。財體專講豐安世界，路邊店保留了老一輩記住當中嘅感圖，嚟經常做新嘅感圖，最近老店嘅招牌會繼續飄香。